边晃来晃去，不够高，听起来怪怪的。好，来，这样可以吗？我们从那个最后一次这个副歌唱一次，看看你们的第二个他唱我心，不要难过下来了哈。我们唱最后这个副歌哈，来直接进来，好来，对，来，1、2、3、4、5。Oh
谢谢你。叫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他人回来，我们来唱中间也可以跑出去唱。天河53，诸天啊，皆都赞美主。众口舌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顺服，主定律必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正路。会唱的人。好，在座的每一位卫理公会的会友都要会唱，因为这是会主弟子查理卫斯理写的词啊哈。我们上次呢，那个诗歌观摩的主题曲，那没有参加诗班，你借这个机会把我们卫理公会的歌曲会好哈，再一次要给你前奏。诸天啊，皆当赞美主，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欢喜同侍奉，众星宿快来拥戴，众口舌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顺服，主定律必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正路。很简单，对不对？好，那我们从第一节唱到第3节了哈。待会儿呢，我们崇拜的诗歌，当我们起立唱这首歌的时候，大家都要用你的诚心肺腑，还有你的喉咙来唱哈。来，我们从头1到3节哈。诸天啊，皆当赞美主，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欢喜同侍奉，众星宿快来拥戴，众口舌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顺服，主定律必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
他应许永不落空，神喜悦真途皆得胜，罪与死去除走，赞美主因他的救恩，众天君宣扬主能，天与地一切创造物，称颂主名到永恒。今大家都太聪明了，来，我们来看第315首，这首可能没有上过古代主日学的人不太会唱，来唱一下。请思琴从头到尾开始。鼓声回来，五鼓声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鼓声回来。弟兄姐妹们，你们以前都上过儿组的哈。好，来，我们再唱第一节唱一次，我们就把时间交还给大家。我们请大家来到殿堂的时候，不要再聊天了。来这边呢，请你安静的祷告哈。好，来，我们从头唱一次哦。清早去洒山中，用仁爱和虔诚；中午去洒山中，到晚也不停。等候五谷成熟，忍耐等候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好，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在会前的时候，我们安静来祷告，愿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预备好自己来到上帝的面前，让我们带着敬畏的心，也带着欢喜快乐的心来亲近我们的主。我们一起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谢谢你给我们丰盛的恩典，让我们如今能够在这里跟我们的弟兄姐妹一起来敬拜。愿你也恩待我们，让我们无论在现场或在线上，让我们都在这里一同将我们的心摆上。愿你恩待我们，坚固我们的信心，靠你而得的喜乐是我们的力量，让我们带着欢喜快乐，但是也带着平静安稳跟敬畏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愿你恩待我们，接受我们在你面前所献上的赞美祭。愿你接纳我们，也恩待我们今天早上的崇拜，所有的器械、所有的设备、所有的人力都为主所使用。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弟兄姐妹，我们预备心来崇拜。
弟兄姐妹平安。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主日崇拜。主在圣殿中，主在圣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请听上帝的话语，诗篇105篇1到4节。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要向他唱诗歌颂，谈论他一切奇妙的作为，要以他的圣名夸耀。寻求耶和华的人，心中应当欢喜。要寻求耶和华与他的能力，时常寻求他的面。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祷告。慈爱的天父，今天是圣灵降临的第20个主日。圣灵降临日是我们教会节期中第3个最重要的节日，一共有28个主日，今天是第20个主日。主啊，求你施怜悯，应允你子民的祈求，赐智慧给我们，使我们知道何为当行的事，并得恩典力量，忠实的来履行。求主带领我们今天整个的主日崇拜，从头到尾都与我们同在。在目前这样子的一个世界变局当中，还有疫情的当中，保守我们生活中一切平安，并且有主的看顾。祷告不配，乃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我们以诗歌一起来赞美敬拜我们的神。今天的诗歌是在新灵粮53首诸天赞美。请大家起立。诸天啊，皆当赞美主，众天使同心敬拜，日和月欢喜，同侍奉，众星宿快来拥戴，众口舌当来赞美主，全宇宙同心顺服，主定律必永不废去，引导我们行正路，赞美主，因他大荣耀，他应许从不落空，神喜悦圣徒皆得胜，罪与死去除踪，赞美主，因他的救恩。
创造物，称颂尊名到永恒，敬向主献崇拜赞美，尊贵荣耀都归主。张和有其声同颂在新乐府，向主拜伏。众生徒在天同从敬，主台前我献虔诚，向天使四伏在主前，至地上主旨得成。我们仍然站立，使徒信经，我们用使徒信经来宣告我们的信仰。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彼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三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弟兄姐妹，请坐。今天的起应文在诗篇65篇1到13节，在旧约的592页。由我来诵读上半节，弟兄姐妹诵读下半节。诗篇65篇1到13节。上帝啊，锡安的人都等候赞美你。所许的愿也要向你偿还。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罪孽胜了我，至于我们的过犯，你都要赦免。你所拣选使他亲近你，住在你院中的，这人便为有福。我们必因你居所，你圣殿的美福知足了。拯救我们的神啊，你必以威严秉公义应允我们。你们是一切地极和海上远处的人所依靠的。他既以大能束腰，就用力量安定诸山，使诸海的响声和其中波浪的响声，并万民的喧哗都平静了。住在地极的人因你的神迹惧怕，你使日出日落之地都欢呼。你眷顾地，降下透雨，使地大得肥美。上帝的河满了水，你这样浇灌了地，好为人预备五谷。你浇透地的犁沟，润平犁脊，降甘霖，使地软和。其中发长的蒙你赐福。
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滴在旷野的草场上。小山以欢乐束腰，草场以羊群为衣。谷中也长满了五谷。弟兄姐妹一起来，这一切都欢呼歌唱。公祷，我们为欧洲的国家葡萄牙来祷告。我们知道哈，最近这个因为能源危机、疫情等等的因素，现在目前欧洲的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都不好，同时呢，我们也为他们祷告，基督的信仰能够进入到文化生活当中，国家百姓能够更认识基督信仰而祷告。第二，我们也为台湾卫理公会北山教区的教会祷告，特别是树林的约翰堂。约翰堂是由陈信成牧师，现在目前的聚会人数大概是70个人左右。我们为约翰堂的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传道同工身心健康祷告。第三，我们为台湾的行政首长及各级长官祷告，求上帝赐予智慧、聪明，给执政掌权者，赐福给台湾人民。第四，我们也为台湾的儿童跟青少年能够得到完善的知识教育及美好的品格教育造就祷告。第五，现在目前的这个疫情，我们也为台湾第一线防疫工作的医护人员、军警人员祷告，愿主赐福给他们平安，工作的顺利。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同诵主祷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别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今天的经课在约戎记2:23节到32节，以及提摩太后书4章。我们请苏品纯弟兄来攻读。弟兄姐妹们平安。第一经课记载于旧约圣经约珥书第2章23节至32节。约珥书第2章23节至32节。23节起，西安的米纳，你们要快乐，为耶和华你们上帝欢喜，因他赐给你们合宜的秋雨，为你们架上甘霖，就是秋雨、春雨。和先前一样，禾场必满了麦子，酒榨与油榨必有新酒和油盈溢。我打发到你们中间的大军队，就是蝗虫、男子、蚂蚱、茧虫。那些年所吃的，我要补还你们，你们必多吃而得饱足，又赞美你们行奇妙事之耶和华你们的上帝，你们上帝的名。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在我以外并无别神，我的百姓必永远不致羞愧。以后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说预言，你们的年老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在那些日子，我要将我的灵浇灌我的仆人和使女，在天上地下，我要显出奇事，有血有火有烟柱，日头要变为黑暗，月亮要变为血，这都在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未到以前。到那时候，凡求告耶和华名的，就必得救。
因为照耶和华所说的，在锡安山耶路撒冷必有逃脱的人，在剩下的人中必有耶和华所召的。以上是第一经课。第二经课记载于新约圣经提摩太后书4章6至8节以及16至18节。新约提摩太后书4章6至8节以及16至18节。第6节起，我现在被交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从此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就是按着公义审判的主，到了那日要赐给我的，不但赐给我，也赐给凡爱慕他显现的人。第16节起，我初次申诉，没有人前来帮助，竟都离弃我。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主必救我脱离诸般的凶恶，也必救我进他的天国。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以上是神的话。今天的正道经文在列王记下第7章1到20节，由我来诵读。列王记下第7章第1到20节，以利沙说：“你们要听耶和华的话。耶和华如此说：明日约到这个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一细亚细面要卖银1克舍勒，2细亚大麦也要卖银1克舍勒。有一个残服王的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以利沙说：你必亲眼看见，却吃不得。在城门那里有4个长大麻风的人，他们彼此说：我们为何坐在这里等死呢？我们若说进城去吧，城里有饥荒，必死在那里；若在这里坐着不动，也必是死。来吧，我们去投降亚兰人的军队。他们若留我们的活命，就活着；若杀我们，就死了吧。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往亚兰人的营盘去。到了营边，不见一人在那里，因为主使亚兰人的军队听见车马的声音，是大军的声音。他们就彼此说：这必是以色列王会买赫人的诸王和埃及人的诸王来攻击我们。所以在黄昏的时候，他们起来逃命，撇下帐篷、马、驴、营盘，照旧，只顾逃命。那些长大麻风的来到营边，进了帐篷，吃了喝了，且从其中拿出金银和衣服来，去收藏了。回来又进了一个帐篷，并从其中拿出财物来，去收藏了。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他们就去叫守城门的，告诉他们说：我们到了亚兰人的营，不见一人在那里，也无人声，只有拴着的马和驴，帐篷都照旧。守城门的叫了众守门的人来，他们就进去与王家报信。王夜间起来，对臣仆说：
我告诉你们，亚兰人向我们如何行？他们知道我们饥饿，所以离营，埋伏在田野，说：以色列人出城的时候，我们就活捉他们，得以进城。有一个臣仆对王说：我们不如用城里剩下的马中的5匹马。马和城里剩下的以色列人都是一样，快要灭绝。于是打发他人去窥探，于是取了2辆车和马。王差人去追寻亚兰军，说：你们去窥探窥探。他们就追寻到约旦河，看见满道上都是亚兰人疾跑的时候丢弃的衣服和器具。使者就回来报告王，众人就出去掠夺亚兰人的营盘。于是1细亚细面卖银1克舍勒，2细亚大麦也卖银1克舍勒，正如耶和华所说的。王派搀扶他的那军长在门口弹压，众人在那里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正如神人在王下来见他的时候所说的。神人曾对王说：明日约到这时候，在撒玛利亚城门口，2细亚大麦要卖银1克舍勒，1细亚细面也要卖银1克舍勒。那军长对神人说：即便耶和华使天开了窗户，也不能有这事。神人说：你必亲眼看见，却不得吃。这话果然应验在他的身上，因为众人在城门口将他践踏，他就死了。接下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今天的诗歌是他常我灵。
谢谢我们的诗班。接下来正道时间是由更生团契高雄区会的主任雪欣欣牧师来为我们正道传讲神的话语。更生团契呢是在1981年9月29日成立的，那是由一位老的典狱长陆国栋先生在他退休之后所创立的。那在1988年起，董事会聘任的总干事黄明正先生弟兄来接掌团契。现在目前更生团契区会有17间，那有100多位的同工，还有驻监的传道人，数百位的志工来投入。今天呢，雪欣欣牧师代表更生团契高雄区会来我们教会正道。正道的主题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我们将时间交给雪欣欣牧师。蔡牧师、师母，各位执事同工、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这个今天早上能够有这样的机会，能够来贵教会分享更生团契在高雄区所服侍的事工。神给我们这个团契这个机构，在整个监狱的事工当中，在大寮、在燕巢5个单位，我们所做的事工。在分享事工之前，也透过这一短短的经文，虽然今天念得很长哈，1到20节。事实上，我们要看这段经文，其实要把《列王记下》从6章就要开始读，才能够明白。但是重点是在于，今天的主角是那位4个麻风病人，在城外的那4个麻风病人，他们所遭遇的事情，他们生命中的改变及他们生命当中的影响力。那我们在一起分享神的话语之前，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感谢你，你是我们的救赎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你是使我们逆转胜生命的主，你是我们从死里复活的主，你是使我们从败部复活的主，你是我们生命的主。主啊，我们感谢你，使我们得着这福音的好处。在今天早上，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动工在我们的当中，使我们能够真正的知道，主，你使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拣选我们成为你的儿女，得着这样的一个救赎的恩典跟福音，乃是为了这世上那些还没有得着的，正在失望、绝望、正在罪恶中的、在黑暗中的人。愿你的圣灵引导我们的心，明白你圣经中的教导。我们在今天早上，我深信主你的话语要成为我们的帮助，成为我们人生的方向跟光。感谢你，将以下时间恭敬仰望在主的手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感谢主，第一次来到贵教会，刚刚有一堂是叫台语堂，对不对？你们觉得我台语怎么样？应该很糟吧？真的要跟，我觉得今天早上我得到一个很大的恩典，就是牧师跟师母，我跟他们解释说，因为我是代班的嘛，我代班的原因是过去我们的去年8月以前，我们的主任是吴国华牧师，那他因为身体的状况比较软弱，所以他卸下主任，由我来服侍。那他是双语型的牧师，好强哦。那我呢，个人呢，在台语上真的是没有太大的操练，但是因为我们的同工今天在各不同的教会都有服侍，所以呢，他们就说请我来代班。我很乐意，非常乐意，有这样的机会跟主内的弟兄姊妹有分享。但是呢，我想到台语我就吃不着睡不着。可是真的今天一来就跟你们的蔡牧师说，可以原谅我吗？我一直期待他说你就讲国语好了，结果他说没关系，继续讲台语，哇！但是我很感谢他这样的成全我，因为我知道我们是需要被挑战，而不是遇到困难就退缩。我昨天
已经有差不多10次说，我可以不要来，我可以不要来。但是我相信，刚刚我们在楼下有很好的分享，也跟贵教会的这些台语的弟兄姐妹有很好的互动。我真的是很感谢主给我这样的机会。那今天这个题目呢，是主要就是这些4个麻风病的人，当我们看到经文的时候，我们知道他们处于的环境就是战争的环境，他们处于的环境就是他们在城外，他们并不在城内，他们不属于在撒玛利亚的城内，他们在城外。为什么他们在城外呢？很简单，他们是麻风病人嘛，是被弃绝的，是被拒绝的，是有距离的，甚至被轻看的，没有人想要跟他们接触，因为他们是属于会带来伤害的，会扯着城内的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那刚刚读的那段经文，如果你还有记忆的话，你会发现亚兰王攻打他们，招数是什么？策略是什么？你还有印象吗？他的印象就是不给你吃东西，他把你困在城内，不进不出。一个城如果没有人进去，没有人出来，例如就像我们现在疫情一样，在过去3年当中，许多的时候我们要锁国啊，要封城啊，那就是没有经济效益，没有经济交流，所有事情就成为静态的。短时间还好嘛，对不对？因为我们可能还有点库存啊。但是如果长时间下去的话，没有食物。所以今天我们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第1节就讲到好消息来了，先知宣布，明天开始有一个神迹，就是你们会有食物吃了，你们的价钱也会平稳。但是如果我们因为没有时间的关系，在第6章的时候，我们会看见亚兰王攻击撒玛利亚城的时候，他用的方式就是把大军带到了城外，不打，静静的坐在那边看谁出来杀谁。城外城内就是这样安静的等候，谁抓谁的感觉，在等候。那么在第6章的地方就讲到，那时候因为没有交流，没有经济活动，所以会造成的一个情况就是物价怎么样，就会上涨，不进口不出口，只好吃自己啊，吃自己。所以我们等一下会有看到这样的一个稍微解释一下，就是那个样的一个光景。所以城内的状况就是大家没有东西吃，要吃可以付很高的代价。所以今天我说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人，是指的那个撒玛利亚人。我不用投影，我不用那个吗？谢谢。现在开始要讲台语。这个，又来。继续。还有另外一个 PPT 有吗？往下。这只是大纲而已。好 ，OK。今天的题目就是没有什么可失去的，没有什么可失去，什么情况之下会没有什么可失去？我一无所有就没有的可失去了嘛，对不对？这些大麻风病的人，他们就是一无所有的人，没有亲情，没有关怀，没有食物，什么都没有，他们就是这种处境的人。他们抱定了一些决心，所以发生了一些奇妙的事情。在这段经文当中，我们记载的是以色列和亚兰几乎一直在打仗的状况之下。那么亚兰就是现在我们所谓的亚兰的区域，就是现在的叙利亚。亚兰王他的名字叫便哈达，他攻打撒玛利亚，以色列的一个属地，一个北方的首都。他用的方式是什么呢？就这一招围困，困住了，用饥荒，物价高涨，有没有一点像我们现在这样？很难受哎。发生在这个以利亚
的继承者以利沙先知的时代。那我们对以利沙最了解的是，他曾经要求以利亚离开的时候要双倍的圣灵赏赐给他，为他来祝福。所以我们可以从这一段经文的这个分析里面知道，以色列和叙利亚，关系亚兰王之间他们的关系从来不是很好，所以他用的方式就是没有人进城，没有人能够出城。他围城的目的就是让城内的百姓都饿死，逼百姓投降，使得身体陷入一个软弱的状态，以至于一旦城墙攻破的时候，你一定输，因为你没有力气打仗。那我们会在第6章会看见那个物价的上涨到一种什么样程度呢？这是什么？美金350块，多少钱？值现在的钱多少钱？1万元可能嘛？啊，我们说假设抓个1万块，1万块可以买什么？你知道吗？那时候不是现在那时候只能买一个驴的头而已。贵不贵啊？买一只鸡也不用这样啊，对不对？都快买一只猪了。这一个驴头在当时将来相当的钱，就是300，有没有人买啊？当然有啊，为什么？不吃就死啊！这个就是要，当你去看第6章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他们要付的是80舍客勒的银子，就可以买一个这样的东西吃。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就是物价涨到这种程度，很恐怖吧？你已经进入那个情境里面了吗？就是那个时候，在撒玛利亚的城内就是这种处境，所以人民怎么办呢？人民怎么办呢？发生了一件事，在第6章讲的最悲惨的情况就是人开始吃人。你们如果读过这个第6章，回去有机会可以看一下，就人吃人啊，2个女人怎么办？饿得半死，就说好吧，今天吃我儿子，明天吃你儿子，这很悲惨吧？那国王这时候刚好来了，有一个女人就跟这个国王说：“哎，以色列王就跟以色列王说，哎，我要跟你诉苦我儿子昨天我们都把他吃掉了，可是今天应该吃另外一个女人的儿子，可是他把他藏起来了。”这听起来是不是很荒谬啊？各位，到末世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就是这么荒谬。现在这个时代也是这么荒谬，不该发生的事情居然会发生，有没有这种感觉？有时候，你没有办法想象什么事情可能都会发生。当你发现这个时代已经没有公义，这个时代已经没有真理，这个时代已经似是而非，对的是错的，错的不晓得是不是对的，那个就是末世了，那个就是所谓的人与人的征战，已经灵界的征战，各样的征战已经开始了，我们要警惕。这时候以色列王听到了他的百姓这样子跟他说：“什么啊？现在已经人吃人了。”以色列王很生气啊，生气了。但是这些人需要的是这些百姓需要期待，来救我吧，来救我吧。但没有人救他。这个妇女虽然反应了，可是这个王只是生气。生气是什么？这边打岔一下，也顺便教大家一个很重要的动作。这是什么意思？谁知道？这是一个手语。这些百姓就是不断的把这个手语拿出来。救我！如果你看电影，你有看过电影里面就是有这样的一个手语。当我们如果旁边有一个危机或是危险，有坏人在我们旁边，也许拿着枪对着你啊，或者是这叫抢劫你，你要做这个动作，或者你看到人家做这个动作，救我，你就要去救他你不能说你跟我挥手吗？那你如果你有困难的时候，你就可以做这个动作，你不能讲话。救我！这是今天给大家带个小礼物哈。那百姓都在跟王说救我，王子做了什么事情？王子做了什么事情？愤怒，很生气，生气再生气。他生谁的气？如果我们看第6章，他是生先知，生神的气。对象搞错了，对不对？他就生说耶和华的做的事情，我能怎么办？你去处理，我没办法。
国王就在那边生气。所以，当有饥荒的时候，当我们真的百姓遇到困难的时候，不是那个王可以帮助你。有时候我们想要期待政府，我们想要期待有权有势的人，他没有办法体会，但是他会说，他去怪罪别人，怪罪谁？如果我们看6章，他就是怪罪以利沙，他就生气起来，他就对着他的仆人说：“走，我们去找以利沙，我今天要斩了他的头。”我们今天现在才来到主题的当中，第7章的1节，先知以利沙当然知道以色列王正在来要砍他的头，但是他已经得到了神的启示，他不但没有责备以色列王对他的这种错误的判断，反而他带来了今天的第7章1节说：“好消息啊，明天就有一个神迹，就是饥荒将要结束了，食物将再一次的丰富，不是降低价格，立即不要350块美金了，马上会降到当时正常的价格，而且物质非常的丰富。”讲到这边，这是什么意思呢？上帝的做事，昨天很糟，今天很好。所以弟兄姊妹在这里也是彼此鼓励的，就是也许你今天有一个状况，你遇到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但是你不要忘了，神仍然在我们当中，不要放弃，继续的寻求神。所以这时候那个王没有信心，可是他来到先知的面前，先知就跟他说：“明天就有这样的神迹。”请问王相不相信？我们刚刚看圣经的时候，王根本就不相信，他很愚昧啊。他说他在第6章的时候对着那个妇人说：“哎，神都没有帮助你，我怎么帮你呀？现在都饥荒了，怎么可能帮助你？”所以我们说这个王是一个远离神心意的王。为什么说他愚昧？就是他远离神心意的人就是愚昧，不明白神心意的人就是愚昧。还有他远离他的百姓，他跟他的百姓的关系根本就是不想关心啊。他装作很太平，事实上百姓都已经在人吃人了。这个王，当时的王就是一个愚昧的王。然后呢，他的部下在那边说风凉的话，我用一个图来表示示意一下。有国王，有军长，有百姓。这个故事里面有先知，有疯病人。国王如果没有走出来，他根本就不知道现在大家已经混乱到这个程度了，好像有时候政府不知道天下百姓的疾苦啊，就是类似这样的情况。事实上，外面已经有战争了，而且2个女人为了一个孩子，都已经到这种地步了。这时候要靠麻风病人了。好，我们继续看，这里有一个人物是有信心的先知。这个有信心的先知呢，他为什么是个有信心的先知呢？因为他没有生王的气，他劝王听神的话。而且他说是，你看圣经第2节那边7章1节那边说，耶和华如此说。先知传递的是神的话，不是自己的话，说神要他说的话，而且也相信神的应许不会落空。在这里有一个重点，今天你我都是神的儿女，我们常常读神的话语，我们有没有像这位先知一样相信神的话语？虽然我们今天的整个处理这个整个环境处境都是很不理想的，但是我们仍然要有信心，相信神在我们当中会继续的保守属他的人。阿们吧。神必然保守属他的人，相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的人。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故事里面讲到，神所保守的不是耶路撒冷，神所保守的是那个大人轻看的撒玛利亚，我们所谓的外邦人的地方。神的保守不是我们所限制的，
当然我是从更生团契来，今天我特别要做一个见证，关于在我们的服事的当中，我们所服事的对象，就是监狱当中的受刑人，加上受刑人监狱外的家属，重不重要？监狱里面的人，我在这个燕巢里面的高二监的工厂里面教化的时候，200多人一个班，工厂嘛，年龄参差不齐。你在上面上课，你看下去，一进去你就难过了，为什么呢？上至80岁，下至23岁以上，所有的年龄都参照那，尤其是看到年纪非常大的人，心里非常难过。他们何去何从？在上课的时候、教化的时候，真的认真听讲的人，请问你认为哪个年龄层？对，姐妹棒，对，年龄稍微长一点的，太长也不行哦。那80岁就得打瞌睡啊，大概60几岁的人，70岁的。讲到重点的时候，他眼睛就发亮。当你说来信耶稣的时候，他举手。他这个举手是向神举手，这就是我们更生团契所做的事工。在那200多人当中，形形色色，各个犯的重刑犯的很多的不同的罪犯，但是他们上课的时候，你看见他们的态度的时候，眼神的表现出来的时候，你就知道，每一个人都在渴望、期待，就像撒玛利亚城里面一样，他们是肚子饿没有错，他们是身体的饥饿，但是你到监狱里面去看的时候，是他们生命当中的缺乏跟需要，他们不知道他们何去何从。这就是更生团契所做的事工。在这更生团契所面对的监狱里面，除了高二监、高监，就是大寮是高监，高二监就是燕巢，还有戒治所。当然，戒治所就是酒的问题，还有因着酒而伤害别人的，还有因着吸毒、贩毒的所关的这些犯人正在服刑的。我们在里面就开了生命班、新生命班，向他们传讲福音，恩典班、慕道班、受洗以后的班都有在里面开，所以我们的驻监传道就会在里面来给他们开课。有一天，我们的传道接到了一通电话，有位受刑人说：“传道，你还记得我吗？就是你为我受洗的啊？是哦。”这个我们的卢传道就说：“是哦。”他说：“是，我现在出狱了。”哎，你想到他打这个电话来的意思是什么呢？就说我需要帮助吧。他在监狱里面关了20几年，而且他在监狱里面当主头啊。然后他信了主，主头是那个信主的主啊，你别刚刚想到别去啦、啊。信主的主，主头他就在里面信了主，表现真的蛮好的。可是他出来的时候，他的家人不愿意接待他。他的父母已经过世了，他是重刑犯，但20几年都没有出来。30岁进去，50几岁出来，这个世界已经没有人是要接纳他，所以他打电话给传道，你说神爱世人，你爱我，请爱我一下吧。这个时候，我们的卢传道就说打电话给主任好了，因为他知道不晓得要怎么爱呀。他说，他问我说怎么办？我说你的意思？他说今天晚上他没有地方住。那我说应该无缝接轨去中途之家，他一出来就应该去。但是大多数的人出来的时候不想要无缝接轨去中途之家，他们一定要出来，食一下人间烟火，
对吧？因为关太久了。哇，我们服侍这样的弟兄，哇，说神爱你，我爱你很简单，当实际要做的时候不简单。你可以接受一个在20几年关在里面，然后很多的坏习惯的人吗？当然我们会很大的挑战。但是我们既然把福音传给他了，我们就相信福音的大能吧。所以呢，那个时候，我们就说好啊，你过来，我们有一个耶弗他小组，我们有一个就是你出来，从监狱出来以后，我们有一个小组，就是定期的，每一个礼拜4早上，我们就跟他们一起小组。结果呢，礼拜4要过来，他就说，跟传道讲说，我不是一个人呢，我还有另外3个人啊，哪来的？因为他住在公园，他遇见了流浪汉。流浪汉是怎么样呢？游民，他从云林来，他的遭遇，他不是受刑人，但是他的有点忧郁症，跳爱河跳2次，更生保护会还有社会局一直辅导他，但他也是睡在公园，就认识了我们这一个弟兄，这是其一。另外一个通缉犯睡在公园，被通缉还有刑期6个月。也跟他做朋友了，天哪！啊，另外一个人，小喽啰的感觉，是刚刚大概已经关出来半年了，无家可归。那请问，这时候我们的弟兄说：“传道，耶弗他小组，我们4个一起来，可以吗？”哦，哈哈哈！我看到你们表情，我知道了，你们也觉得蛮为难的。然后我说过来吧。我过去在觉明教会服侍，武昌教会出来的另外一个直堂的教会，我说过来啊，我们一起在小组吧。来了，真的来了，哇！我一看到我真的也是傻眼。然后我就说好啊，我们就聚会，聚完会他们就说了一句话：我们都没有钱，我们也没有地方住，请问该如何？哇！你们都在摇头，我也讲不下去了。好，没有，他就说这样的时候，我就说，那你就暂时住在我们教会有一个小房间，我们是大楼型的教会，那我们给你过来2、3天，我们来安排你去中途之家，不管是永兴，不管是牧恩之家，不管是就特别是牧恩之家、晨曦会，不管台南的、屏东的、长治的，我们给你安排试试看，你们的条件资格够不够？然后他们就在那边。当然，我要长话短说。你们认为他们在那边3天是不是表现很不错呢？对，摇头的正确，不摇头的没反应。真的不理想。在社区大楼里面的话，抽烟、咬槟榔、喝酒，天哪！进出教会怎么办？我们是不是会很难呐？非常的困难。所以我只好不回家，陪着他们。我就跟他们讲约法3章，3天之内，我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候，我不在的时候，你们抽烟喝酒，我没看见没关系。我在的时候，请你们就尊重，不要做这个。所以我都在，懂吗？这个就是交换条件。然后3天后，我们就安排，其中有一个就是没有。就是流浪汉的这一位，他住在云林，他是个厨师，他只是家里有点不顺，他出来，但是因着这3天，我们对他的服侍，他说这个世界还是有爱的，你们居然可以接受我们，虽然只有3天，他说他出来大概3个月到6个月，没人理他，虽然我只有小小的理一下，但他感觉到还是有爱，3天就温暖他的心。他说他决定要回家了，解决一个了，好高兴。然后第2个，通缉犯解决了这个厨师，厨师就跟我讲说他是通缉犯，你知道吗？我说天哪，那现在怎么办啊？他说不行，牧师你这样太危险了。说哦，结果他讲完，第2天他就跟我说我去报案了，就警察就把那个通缉犯抓走了。哎呀，救了我！然后呢，第3个，
那个一个比较弱小的，他说他去打工了，他就离开我们了。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呢，他真的视力非常弱，很低的视力，然后呢，槟榔跟酒、烟这3个全部坏习惯撤不掉，这个只能去中途之家晨曦会去安置他。可是去晨曦会的话，这个中途之家的话是不能抽烟的哦，绝对不能抽烟，也不能看手机的。手机现在是第5个瘾，你们知道吗？他们要去的时候就说手机要收起来，他受不了。但是最后他还是去，可是2进2出。你知道去晨曦会这种中途之家的时候需要保证金的，你进去如果你没有到1年，你要出来的话，对不起没收。天哪，2进2出，谁出的钱啊？开始第1次的时候，是我们更生想说，哎呀，既然弟兄姊妹奉献支持更生嘛，我们付这个理所当然。就再付第2次，真的有点付不下去了。好了，结果我们就跟晨曦会就看我们很认真啊，刘明和牧师就打电话跟我讲说，特许你们更生转介来的人免保证金，哇，太棒了！就这样子，日子就这样。然后这个弟兄，前面讲的比较细一点，就是很难做，但是已经过半年了，他现在在台南的晨曦会稳住了，也开始不抽烟，没有吃槟榔，已经半年。我要说的是，刚开始1个月都不一定待得住，但是他现在待了半年，继续的为我们的服事祷告。这一类型的故事还有好多，但是很困难。但是要不要做？还是要做。为什么？我们有想到刘明和牧师也是别人把福音传给他，他改变了。吕代豪牧师，黑社会老大，帮会的，也是因为人传福音给他，改变了。他带出来的影响可能是3000、5000几万，总比没有好吧。所以呢，更生团契就是在做这样的事工。我们现在也做会客室，家属是不是要去探监？1到5、1到6会去监狱看他的家人。我是负责这一部分的会客室，大寮会客室。我去的时候，有一次我碰到一个姐妹，我就站在那边穿着更生的背心，然后家属来，家属有的很自卑哎，他不想理我哎，而且他觉得你不能为我做什么的，他的心里都几乎家长都是家属都是很绝望的，他没办法不来，你知道吗？因为他每次来要来带菜来，要带钱来，就是一直给啊，给到会累，你知道吗？很绝望心里，但是必须来，要不然他的孩子他的家人如果在里面，万一想不开或者做了什么事，他更惨，你知道吗？所以他必须来得很不得已。他的爱其实都已经枯竭了，你们知道吗？我们做家属关怀，就是在那个会客室，早上9点到下午4点，我们就在那里。我们祷告后，我们用一个属灵的洞察力，看看哪一个家属需要我们关怀的，我们去试探性的跟他讲2句话。其中有一个姐妹，我就走过她旁边说，我就说：“哎，你好啊，怎么样？”她说我现在要去看我的侄子。我说哦，她说等一下我一定要跟你讲话。我说为什么？她说因为我今天早上祷告，因为她的弟弟在上个月过世了，她的孩子就是在里面，不关她的事吧？但她弟弟要死的时候说，要过世的时候跟她说，我把我的儿子交给你。哦，这个姐妹说好沉重，吸毒、贩毒、重刑，一关要关大概15年到20年。天哪！每一个礼拜要去探监，52乘以15，你知道多少次吗？很累啊，你懂吗？他说，他祷告，他是基督徒哦，可是他向神祷告说，主啊，我没有能力啊，能不能有基督徒来跟我们一起关怀我的外甥啊？他那天早上祷告，我们更生团去建立家属关怀团契第2周而已，
他一来看到我们更生团契，他的另外一个侄子就是那个受刑人的弟弟说：“姑姑，你看这个更生团契不是就是基督徒的吗？”他说：“哎，什么时候有这个啊？”就这样，然后他现在已经加入我们志工团队，关怀别人，他的心里有伙伴，有我们成为他的伙伴，然后一起关怀其他的家属。许多的见证就是在我们服事的当中产生。我们母亲节或者任何的节日，我们都会去关怀。这是我大概分享一下我们的事工。我们也去明阳中学，23岁以下犯法的受刑的，就在明阳中学，也是在燕巢。那5个班，有男生4班，女生1个班级。我们的传道，女传道，就是进去关心他们，跟他们协谈。这就是我们更生团契的事工哈。那我再回到我们神的话语，这个先知非常的有信心，他就劝勉国王，可是国王并不是很真实的相信，而且他旁边的人还讽刺，对不对？怎么可能有这种事啊？他就觉得怎么会有这个事？我们今天的重心不在国王跟他旁边的人，我们知道最后他们虽然看见神的事成就了。有食物了，丰盛了，但是他们却享受不到。好，那我们最重要是，我要勉励的是，我们组内的弟兄姐妹，我们要成为一个有良心的麻风病人。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这里的每个人，我们在这个社会来讲，我们都是很普通的人，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成就，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影响力。但是我们里面有一个得着，就是我们得着了属天的福分，我们得着了从耶稣基督带给我们的救赎的福音。我们周围其实有许多的人，他们的生命正在凋零，需要我们把这样的福音传给他们。事实上，当我们传讲这样好消息的时候，我们不会失去任何的东西。虽然可能有我们周围可能会有像国王那样子权高的高位地位的人，但是不相信神，常常的压迫我们。所以我们旁边就像有这些军长，就是不相信我们说的任何的一句话，但是我们却有教会，却有牧者传递神的话语。我们最重要的是，当牧者根据圣经的话说出来的时候，我们必须相信，因为我们不相信，我们带着这个不相信的心，不信的心就是罪，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我们可以看下去，这些大麻风病的人，4个大麻风病人，他们并不是体制内的人，他们也不是在一个好的环境里面，他们是被排斥的。但是当他们的情况是什么？就是我们进城内吗？圣经告诉我们，他们想，我们现在很饿，进城内也没有食物，也是饿死，而且人家也不喜欢我们。那我们在这里城外，我们还是要饿死，那不如我们走第3条路，我们去投降好了。哇，我真是觉得他们好聪明哦，投降敌人好了。活着就有希望嘛，对不对？现在我看这个社会，我们也知道最近有很多不好的消息，有些人很轻易的把自己的生命就放弃了。弟兄姊妹，尤其我们信主的人，不是信主的人不会放弃，是你对主的信心的操练有没有常常在操练呢？每次你遇到任何困难的时候，你就说这是操练的时刻，我就来操练，你就会像先知，你就会像麻风病的人一样，真的等到了上帝确实已经成就他的应许。有时候需要等待啊，需要等候。然后呢，这个麻风病的人他们就等到了，而且他们说的话，你们应该刚刚看到经文的时候就知道，反正这里也是死，那里也是死，不如我们走另外一条路，我们去看看这个敌人吧。结果我们知道，他们一去看敌人，真是太精彩了，对不对？虽然他们是这么糟糕，对不对？但是他们想，我们反正就是没什么好失去的嘛，我们去看一下，居然绝处逢生啊，对不对？他们去看的时候，敌人已经怎么样？得到幻听了，对不对？幻听你懂吗？
只有听到怎么大军来了，吓得先跑再说，东西也不拿，太好了，后面人可以拿，跑光了，对不对？上帝做事很有意思哈，我觉得这一个神迹真的太棒了，幻听，而且恐慌症呢，那个敌人亚兰军队恐慌症啊，跑光光。啊，这个麻风病的人是怎么样？我们反正也没办法做什么事情了，我们一无所有了，我们只能怎么样？继续的活下去啊！看神做事嘛。所以他继续的就是去，他们没有嫌弃自己，没有放弃自己。然后，当我们也是一样，当我们真的觉得自己什么都不能做的时候，就是上帝做事的时候。如果我们觉得我们还可以做什么，我们真的大多数的人性哦，就自己先做再说，不想要等神了。我再开玩笑一下，我这个讲台语对我真的非常的困难。我是找我们的传道，我把我所有要讲到的词哈，大概列了差不多30个，叫他录音给我，我就重复的像读英文，你知道吗？一直念，然后重复念，连做梦都念，好。就是这样，很紧张，但是我知道这个是必须做的事情的时候，绝处要逢生。所以我相信来贵教会这一次讲到，我的台语起码进步10分了。所以真的很好啊。我们看到亚兰的军队恐慌，然后得到幻听症。上帝做事太奇妙了，用这样的方式把他们都吓得都跑光了。这一个得胜，人是没有出任何一分力的。有时候我们真的很多时候，我在牧会也是一样，很多的弟兄姊妹，很多的好朋友，很喜欢用自己的方法。各位弟兄姊妹，不是我们坐在那边什么都不做，而是我们需要行动，但是结果交给神。我们要读神的话语，当我们常常的读神的话语，遵守神的话语，成为一种习惯的时候，你知道，你几乎你的抉择就是正确的。你要常常操练，要根据读神的话语、行神的话语做决定，因为你有前面的锻炼，你后面的决定正确率很高，因为你是属神的人嘛，你有神的思维。好了，到这情况就是这样子，就逆转胜了，对不对？盼望每个弟兄姊妹都经历过这个逆转胜，要有良心啊。在这边我特别提醒一件事情，基督徒很多没良心为什么？你得到好的消息，你都没有去告诉别人啊！这麻风病人，这4个麻风病的人，如果他们明明去了亚兰的军队当中，看见哇，食物这么多，又被这都撤退了，根本就城内的人就虚惊一场嘛。他不把这个事情告诉他们，是不是里面人还在比比刷？今天这个世界就是这样，很多人不知道耶稣。不认识，没有经历到福音的大能，需要我们去告诉他们，他们听与不听，他们什么态度不是重点，是重点要去说。所以我们从经文看见麻风病人在城外用呼叫的，守门的还要去告诉里面的人。不管怎么样，他们起码走到城的外面，告诉他们说：“拜托，人家已经逃走了，不是这么回事。”今天有许多人，他们蒙蔽，你知道，他们不知道福音的好处。你我要去传福音，要不然我们就成为没有良心的人。我没有在对你们不敬哈，是说那个善良的心是从神来的，良心也可以解释圣灵的引导。所以我们真的是要有良心啊，不应该隐瞒这样好消息。今天已经10月了，我们知道每个教会在12月就是福音月，对不对？我们甚至现在说福音季，我们就要把这样的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生命的主，帮助我们的主。我的生命当中有许多的见证。你要经历过苦难，在苦难当中，就像这个城内的人，就像这些麻风病的人，他们经历了上帝真实的应许的成就的时候，他们真的就是愿意分享。麻风病的人，他们不管他们自己的身体状况如何，
但是还是把这样的好消息没有任何的隐瞒，就把它分享出去了。后面怎么样我不知道，但是他们并没有失去什么。我心里猜测了，那这些既然所有的人都冲进来了，根本就不怕他们了，对不对？本来是把他们各自在城外，现在呢，他还没进去呢，结果里面的人都冲出来拿东西了，对不对？代表已经接触了嘛。所以，这个4个麻风病的这一个行为，分享、超越的生命是我们要学习的。我们也看见不幸的人的结果就是丧命。这里这段的经文当中带来很多福音的隐喻。撒玛利亚城内的人的饥饿，就好像犹太人他们自己的迫切的需要，精神上已经糟糕了。就像那2个妇人，怎么会去彼此吃自己的儿子？有没有踢笑啊？疯了！现在这世代没有福音的人，很容易精神上不太理想。所以我们真的要把福音传给他们啊！遵行基督徒教会最重要的就是把福音传给还没有听到福音的人，带领他们归向神。我简单的再一次的分享，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再一次的分享一下我们跟生团契在高雄的区会里面的事工。有没有女子监狱？女子的监狱里面的事工更精彩。女子的问题哇很多。如果你想了解，就来参加我们的团队，当我们的志工。真的，女子监狱的事工，很多的姐妹，很多的都是受人利用，或者是自己的环境不好，生命很多的。我进到女子监狱里面为他们受洗的时候，好几个流着泪跟我说：“有耶稣真好。”我很感动啊。他们说：“牧师，我出去以后一定会去教会。”说实在哈，在这几个侍奉当中啊，是女子监狱的姐妹比较柔软。我们姐妹如果有负担，可以一起来啊。我们也会有志工训练的时间。那我们服务的对象刚刚就讲过了，不管是受刑人或者他的家属、青少年，还有这些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我们跟生团契有一个天使树，你们知道吗？天使树不知道？好，天使树就是受刑人在9月份的时候，他们就会填写他们的家属状况。他们如果有小孩的，他们根本不出来，不能关心他们，他们就会把这些名单给我们，然后全省哦，名单就会给到。如果是高雄的监狱的，就给高雄；也是台中监狱就给台中。然后我们这次已经就有大概几百啊，到500人吧，然后可能是100、200个家庭，我们就会分给有负担的教会，可以去关心他们的小孩，是他们的父亲或母亲在监狱里面，他们就会填写，了解吗？如果你们对天使树的这个圣诞节的时候，我以前在绝密教会的时候，我们就会把他们送礼物给他们，关心他们。这个是一个很好的天使树的活动我不知道贵教会不了解，如果未来牧师如果有负担，我们可以关心这些受刑人的家属，我觉得这很好，这是一个很好的服事。我们在监狱里面，我们有个别的辅导，然后刚刚也提到有慕道班、受洗班，或者是新生命班、恩典班，然后在工厂里面，我们也会教一些技能然后我们也有家属的恳亲会，母亲节、父亲节都会办活动。然后家属的会客室我们都会去关怀，然后尤其是母亲节，监狱都会邀请我们。我们今年当选了全国这个我们高雄区刚刚当选，11月11号我们的主委要去得奖，就是对于在监狱事工，我们开个玩笑叫卓越贡献啦，就是真的有带一些人有一个生命的改变，那都是上帝所做的。然后这些关怀团契我们也会训练，还有我们有时候会开会，然后我们也会把如果说有受刑人他们需要中途之家，我们会转介，然后使他们不要跟
不要一进入社会，然后又回到原来的情况里面。好，这就是我们做的。那我们特别有一个口号是拉你的孩子一把，使你不再流泪。我们在会客室当中看到很多的家属，那种自卑、无助、埋怨、苦读，都是我们服侍的对象。那志工训练，那我们是，特别是家属关怀，在监狱的话，就是礼拜一到礼拜五，然后分成10个时段，上午、下午，然后不是一定要排班，就说你要1个月去一次也没关系，要怎么样，很有弹性。我们非常需要这些志工一起来做，然后服侍这些社会的孤单者、边缘人的家庭。这是我今天的分享，所以我盼望我们跟社团契成为这些家属的关怀的祝福，也盼望教会也可以成为每一个需要的人的祝福。我们把财宝积在天上，我们一起祷告。感谢主带领孩子今天在这里的分享，孩子所传讲不清楚的，愿你自己的圣灵来引导。主啊，我们不单单在教会里面传扬福音，我们更需要把福音传到外面的环境里面。主啊，愿你继续的带领荣光堂的弟兄姐妹，他们看到他们在这个当中的聚会是充满了主你自己的圣灵。愿你大大来使用这个教会，成为周围邻居、邻舍，还有所有需要福音的人的朋友们的祝福。愿你祝福这个教会。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我们谢谢雪星星牧师用神的话语来坚固、激励、造就我们。愿主赐福更生团契的事工以及雪牧师的服事，天天充满主的喜乐与平安。今天的金句，我们一起来诵读2次。来，弟兄姐妹一起来。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列王记下7章第9节。那时他们彼此说：“我们所做的不好，今日是有好信息的日子，我们竟不作声。若等到天亮，罪必临到我们。来吧，我们与王家报信去。”列王记下7章9节。现在，请我们全体会众起立，我们一同以回应诗歌来赞美回应神对我们的爱。今天的回应诗歌是在心灵粮诗选第315首五谷收回来。清早去撒山中，有仁爱和虔诚；中午去撒山中，到晚也不停。等候五谷成熟，忍耐等候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晴天去撒山中，存希望和热忱，虽遇黑云风雨，要继续前行。你若忠心做工，将来就可收成，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每天去撒山中，为主劳苦挣
战，暗中虽流眼泪，身心常疲倦。等工作做清楚，主必欢迎接待，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五谷收回来，大家欢喜快乐，五谷收回来。Amen。接下来我们要开始今天的奉献，请大家预备心，恭敬以金钱的奉献来表达对上帝的感恩。那因为现在目前疫情的状况，我们采取直播跟实体崇拜同步进行。如果弟兄姐妹有一般奉献的感动特定，或是11奉献，请利用周间的时间交由办公室，或是转账。我们准备开始今天的奉献，来一起祷告。主啊，我们衷心感谢你，因为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你而来。我们有的生命、工作、读书机会、家庭生活，都全赖你的恩典所赐下，故此你配受赞美和感谢。现在我们愿意以面前的金钱奉献，作为祭物献给你。这一切原本就是属于你的，我们甘心乐意献上，愿你悦纳。求你同时赐给我们教会有聪明跟智慧，去运用在你的事工上面，叫教会被造就，福音得以兴旺。主啊，我们需要在你的赐福上，多谢你垂听我们诚心的感谢和祈求。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请坐。凡我向主所成，都是主施的恩。凡我所有，都属于主，是主托付仆人。请坐。今天有2位新来到我们中间的弟兄姐妹，第一位是林婉静，准备在这里，来，我们一起来欢迎他们。第2位是姚文文。
我们也欢迎他们，一次欢迎，永远欢迎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唱，我们成为一家人。唱完一次之后，我们可以彼此起立，拱手问安。来。接下来我们有一些的教会消息，是刊登在周报上面，我们很简单的看一下。因为时间的因素哈，我们就挑选几项，其他大家可以参照我们的周报。第4项，10月30号9点半到12点钟将举办儿主的郊外礼拜，地点是在柴山。目前已经有19个人报名。那报名的话是向我们的儿童主日学校长新雅这边报名。那欢迎我们会有，如果有小孩的也可以一起报名来参加。第5点，在11月6号起，主日牧师会加开洗礼班的课程，有意洗礼或是转入本堂的弟兄姐妹，请向蔡牧师报名上课。我们预计是在12月25号圣诞主日将举行受洗及转入的礼拜。同时在第6点，今年2022年执事提名委员会的开会记录已经公告在布告栏。2023年的新任执事名单有3位，德强、俊奎还有世文，并且我们会在11月13号召开记忆会来通过。请为新任执事交接及任命顺利的代祷。同时，我们在会中会选出2023年新任执事及年议会会友代表，请为选举及开会顺利祷告。最近第9点，会有及布道部门录制的小组聚会灵修的影片，目前都已经上传，有包括灵修祷告的这个系列，现在目前已经上传了大概6集。牧师的圣经中览课程也录制到第10集，欢迎弟兄姐妹，在线上就可以来阅览。同时，我们在12月18号会举办第2次的圣经会考，这一次我们会采取预先报名的方式，实体跟线上同步进行。考题的范围详见报名表。报名截止日期是到12月11号，填毕之后请交到办公室这个地方。然后底下有一些的肢体消息，最近的这个疫情的这一个状况好像又有一点比较严重，所以呢，请大家会有
出外的时候特别要注意自身的防护，也为确诊的家庭以及弟兄姐妹的身体的治疗恢复来祷告，也为施打3到4剂的会友以及5到11岁的儿童施打疫苗，在施打当中有平安，施打之后身体有良好的抵抗力来祷告，并且我们为底下身体不适的，我们周雄老师，身体检查之后，现在目前是一切顺利。薛雅文、曹英兰的肩膀，还有王爱玲术后的复原，黄秋姐妹、黄丸子姐妹，以及孙妈妈，还有路德师母50间的复原，刘世文的听力，以及瑞玲的母亲涂洪淑妃申请外佣的顺利，包括孟庆兰的女儿鼻塞，还有许陈美莲姐妹脑部手术之后的恢复顺利，还有梅琴姐的眼睛手术顺利，请为长者们身心灵健康来祷告。3一颂，请大家起立，我们同颂3一颂。普天之下，万国万民，齐声赞美父子圣灵，三位一体，同荣同尊。万有之源，万福之本。阿门。我们请蔡牧师为我们做祝福祷告。弟兄姐妹，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怜悯的主，愿你将你的恩典从天上倾倒下来，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都能够成为报好信息的人，使人因我们得祝福得帮助。也祝福我们的弟兄姐妹工作、家庭、生活一切蒙恩。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请坐。我们在殿乐声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还有教会的事工代祷。在病痛中忧伤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们祷告。